来迎接到周末的假期，来看阿里山伫个寒天才有的美景。每一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是阿里山看云海的季节。尤其是阿里山番路乡的徛顶，是看云海上好的所在之一。这几天天气的天气有够，这个徛顶的云瀑布有够水。一波一波的云岭，云海变成水墙为山顶流落来。 这种的壮观美景，点啊甲用镜头甲翕落来。每一年10月到过当年的3月是看云海季节，阿里山番路乡的徛顶地区就是看云海上介好的地点之一。当湿度甲温度条件若够，徛顶会阁出现云海美景，亭亭塔塔将这个山谷拢引起。 更较好呢，阁会使看到美丽山峦甲云海相态适用的景致，更加是绝美。咱乡亲会使伫延平步道，也是伫顶石道观赏到梦幻的云海水墙，互人袂如是入去到仙境同款。这款冬天限定版的美景，会使瞬间互人袂记烦恼。